呀，感謝主釋迦了和騰呢個頓頓嘅福音，向弟姊妹細妹學嘅祝大家平安健康快樂呀！佢忙要説到耶穌嘅方面啊，忙要信心對耶穌基督嘅方面啊，佢喺生命中呢喺度啊，佢似下下咪不驚，驚冇前途，驚冇條路，各樣嘅驚咪到，佢咪嚇到咪驚，但係佢講自己先有主導權，佢知道唔係驚，但係呢，因為佢知道耶穌自己強熱下，佢隔耶穌強熱下，我驚乜計，所以聖經喺度佢前禁條路。就錯，係生發就錯，因為佢唔敢唔係驚，因為佢相信主耶穌。係啦，我就諗到我嘅經書講，在詩篇記128章第6節有人講到，格上帝強熱下，便唔係驚啊！攏眾人滅ngay唔係滅ngay同心啊！因為cái này，耶穌是佢啊，唔係驚，佢信了上帝，相信了耶穌基督做嘅救主，佢便唔係驚，格上帝強下唔係驚。你點解嘛？人唔係滅嘅同心，佢唔係驚人滅嘅同心了，唔係驚人結到佢了，唔係驚上世世界做生意上世拗了，佢唔係驚攏仲佢唔係驚啦，格耶穌強下，佢接下啦詩篇記128章第7節咁講咯，但係佢唔係驚，因為用上帝都係嘅幫持呀，佢唔係看你到問題乜嘅驚了，佢啲格上帝幫持佢哋講，上帝嘅力量嚟講，攏從沙肥來嘅問題，佢能夠嘅眼中一個信心，看攏從乜嘅驚係變輸hết，攏從乜嘅驚係變輸hết，變唔係驚，佢變咗強嘅信心呀，因為上帝嘅通才，上帝嘅強熱下，佢變唔係驚，馬計佢唔係驚，你係每時嚟收收納納佢樣唔係驚，你係乜佢嚟乜嘅心臟唔好嘅佢樣唔係驚，佢變心臟安好了，因為要耶穌嘅通才，耶穌強下心臟變全好，做生意要嘅快樂，做條路要嘅喜樂啊，要福氣。要上帝嘅福氣啊！呢樣我只係講兄弟姊妹喺社會裏頭，可能因為要不驚，要驚嘢嘅家庭唔合，佢能夠開路俾你，佢能夠幫助你，佢能夠救你，讓嘢嘅驚冇係變要淡呀！我禱告不攏眾兄弟姊妹，要聽呢個福音嘅，你企向少嚟，主耶穌你看，你去聽呢個福音，佢咪不驚，咪笑，咪哩哩計計安都嚇落去，你隔佢強熱下行，佢變唔係驚，你隔佢驚近走，本佢要平安，要快樂，係耶穌基督嘅名，我禱告我感恩。